因为台北的攻击事件，全台湾加强维安。不过早暗煞是有人伫这高雄捷运巨蛋站，还佫有高铁左营站的紧急通报铃，讲是有炸弹。警方是伫咧3点钟内就随掠到这个足吉的20岁少年家，法院嘛已经裁定羁押。另外，这高雄的警方今下晡是演练下年暗回甲捷运的维安，加强戒备。22暗时9点外，今年20岁姓李的查甫人伫咧高雄捷运巨蛋站的月台行来行去，假做无记报机，用手去刺壁顶的紧急通报铃，甲站员讲有炸弹客，然后就上车来到高铁左营站，同款佫刺紧急通报创治人。高一查证了后，发现是有人作孽，随报警处理，由桥仔头地检署指挥，警方透暝办案，3点钟内就伫台南抓到嫌犯。警方表示，嫌犯敢若讲无法度控制家己，犯案的动机需要佫厘清。全依刑法妨碍公众危安罪移送侦办，并依大众检举法第50条第1项第2款，处1万至100万罚款。复讯后，认被告涉犯恐吓公众及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，有逃亡、反复实施等羁押原因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嫌犯用作孽的方式来危害公共安全，这款行为真正不可取。因为台北捷运的攻击事件，佮加上年底各种大型活动相续举办，为了要保护民众的安全，也让活动顺利进行。高雄市警局23下晡特别行动员94名员警来做演练，包括跨年暗过紧急状况，也佮有捷运站的随机攻击。局长林彦典表示，今年有特别派13名特勤员警专门来处理紧急状况。到时那地面有1200几个警力甲边防人员，空中嘛有无人机的即时监控。另外，我们还有无人机的搜证，加上我们到时候会用360度广角椭圆形的来做搜证，我们让搜证到紧密的工作。局长强调，公共安全的问题袂使放定，透过装备的提升甲见警率的增加，在确保安全的同时，也毋茫会当互民众放心。记者郭家做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